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鄰近西貢市中心嘅全新樓啦，中層單位，大概500尺左右啦，面積。租金就14,800蚊，14,800。步行去西貢市中心都係講緊幾分鐘。2房1廳啦，2房佈局。全屋雙浸玻璃，有3相電，左直一式嘅水爐。有興趣嘅就盡快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